1996年起始，當年就會有一群熱情嘅後生學生去到南投縣信義鄉嘅龍華國小，免費同小朋友辦夏令營。雖然去年嘅88歲仔學校嘅主題大廢鐵嘅，事實未使到臨時教室上課，不過一到後生嘅學生行去冇放棄，點都很加用心嘅去關心一間小學，很加希望做得比一到學生向下看到龍華國小重建完成。同愛團康嘅時間，也有些先生仲係做小朋友最好嘅伴，利用嗰款遊戲嚟教小朋友應該有嘅知識。中年級嘅學生係啲教識度，教會用頭腦嘅組合節目；高年級嘅學生就係聽學好識嘅技能教。不過大家對一種組合部嘅學教係知道懂離偏。那邊的空間比較大，這邊的空間比較小。而且這邊的這種組合屋也會很悶熱。就是我們要考量很多，像沒有操場、沒有跑道，然後我們就要用零碎的空間，然後讓活動可以比較完整的進行。龍華國小喺去年88逢仔嘅時節，嗰月8撥喺水大廢鐵，不過台中一中嘅先生竟然係帶定40人嘅學生嘅送山，嚟同龍華國小嘅小朋友共下個歡樂嘅暑假。但係小朋友都感受為多溫暖同關懷，帶住嘅先生講，家長會繼續嚟關懷，未為共下看也嚟學校重建完成。從2007年就這樣一直上來嘛，跟他有一種然後緣分這樣子，然後剛好又碰到88水災，就覺得說，再怎麼樣都一定要幫下去啦，至少幫到新學校可以蓋好，有就大概幾個承諾這樣子。無論係戶外嘅橋段運動，也係教識到嘅益智遊戲，帶出嘅志工聽說下，小朋友行起同快樂嘅啲學校學習。啲88逢仔發生過後，各界經關心龍華國小，不過學校嘅重建進度停慢，也係大家懵定，就係龍華國小做得會完成重建。小朋友就會有行較好嘅發通空間同受教育嘅環境。學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